查过呀。您的意思是？这里面啊，肯定有问题。你想想，景熙工作没2天，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。我觉得这背后啊，应该有人是针对景熙去的。有这样的事儿？你让人去调查一下，看看景熙啊，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受的伤。是。还有，这事儿啊，先不要告诉西城，暗中调查就行了。啊。明白。锦溪，等会儿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你干嘛呀？我下床啊。不行不行，你现在身体不好，奶奶说了，这2天你哪儿都不能去，必须在床上休息。快躺好。不是，我先下去一趟啊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躺好。你要想吃什么，想喝什么，你跟我说，我让露露做好了送上来。没问题。可是我现在有点事儿，我一定要下去一趟啊。行了，你就躺好吧。有什么事我帮你做，好吧？陆先生，我要去洗手间，你也能替我去吗？这个我真做不了。来，起来吧。慢点啊。没事没事，我自己去。你确定可以啊？可以。他也要上厕所去。竟然找人调查我，这个丑八怪死女人！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呢。你能找人调查我，我就不信你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。我腿受伤了，顾先生也没有去公司。我知道应该怎么做，不用你告诉我。妈妈现在怎么样？贺琴，我告诉你，你如果对妈妈不好的话，你不要怪我。好热呀！你怎么不穿衣服啊？谁洗澡会穿衣服啊？你去赶紧找衣服穿上，流氓行为。你说谁是流氓？说的就是你，臭流氓。贺锦溪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前我就是太惯着，今天我让你知道什么是流氓。本少爷给你看样好东西。耶！我穿着裤子呢。真无聊。你说谁无聊？说的就是你无聊。哦，是吗？那本少爷跟你好好聊聊好不好？我来啦！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说你们这俩孩子干什么呢？动静搞这么大！奶奶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是小野。好了，不用解释了。奶奶是过来人，你们是新婚，奶奶理解。不是，奶奶，我跟你说，不是你想象中那个样子。不是，奶奶，以后啊，动静别搞这么大啊，这么多的人，怎么无所顾忌呢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注意点啊！好了，快，都回去。奶奶。少爷，以后请把门锁上啊。都是你，把奶奶都招来了。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明明就是你弄的嘛。你以为我对你有意思？我是逗你玩的。我对你也没意思。这。
夫人，这是什么呀？放在花盆里的陶土粒儿。我们的人在邵夫人出事的楼梯上找到的，有人把它撒在楼梯上，所以才让邵夫人脚下一滑摔了下去。我就知道，景熙摔下去啊，没那么简单。这个捣鬼的人是谁啊？查出来没有啊？我查看了监控录像，那个时间段经过楼道口的，除了少爷和少爷的秘书陆安安之外，只有一个人。谁呀？南宫琉璃。南宫琉璃？我查看了监控录像，那个时间段经过楼道口的，除了少爷和少爷的秘书陆安安之外，只有一个人。谁呀？南宫琉璃。南宫琉璃？您可能忘了，她是老夫人给少爷指定的妻子的人选之一。那天就是她，和少夫人一起来面见少爷，最后，少爷选择了少夫人。这么说，这个女人有很大的嫌疑了。是，因为少夫人在公司没有仇家，其他的人没有动机，只有这个南宫琉璃。南宫琉璃，胆子也真够大的了，居然敢动我们顾家的人。少夫人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原来都是他搞的鬼啊！是啊，这次啊，奶奶帮你出气，我准备以故意伤害的罪名起诉他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如果起诉他，一定会伤害到傅博雅吧？我不能这么做，我得阻止奶奶。奶奶，我觉得这个南宫琉璃啊，他一定是因为太嫉妒我了，才会一时冲动做出这样的举动来的。我也知道呢，奶奶您是想为我出头，可是我觉得他太年轻了，如果我们起诉他的话，他后半辈子不是就毁了吗？那照你的意思，那就是放过他了。景熙呀，你也太心慈手软了吧？也没有心慈手软，我就是觉得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我想再给他一次机会。给他一次机会，我们顾家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呀？这个南宫琉璃，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的，就应该好好教训他。奶奶，这次的事儿，您能不能让我自己处理啊？既然他是冲着西城来的，只要让他离开西城身边就好了，我就不想再追究这些事情了，好不好？奶奶，求求你了。你可是我们顾家的少夫人，性子可不能这么软弱。哎呀，既然你求到我呀，那我就卖你个面子吧。